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I 主播香香，歡迎收睇港商圖說。今日嘅主題係中東戰火燒着美歐國債，中東火藥庫燃起，除咗股市應聲大挫，債市亦都見大幅波動，影響不容小覷。英國10年期國債孳息升穿5厘大關，成為市場焦點。回溯美已開始攻擊伊朗之前，息率僅約4.3厘，亦即係唔夠一個月，飆升咗80點子。歐洲其他國家情況類同。過去被視為最安全資產嘅美國國債孳息同樣急升，反映亦面對龐大拋售潮，連同日本都有類似情況。孳息急升，債券被拋，一嚟基於油價上升推高通脹預期，加息壓力越大就債息升幅越高。二來並形成咗惡性循環，喺高負債、高財赤嘅基礎上，債息上升將推高政府發債融資成本，繼而令債務問題惡化，觸發市場拋售沽出。中東戰事造成火燒連環效應，戰火一日不停止，由消費者到投資者，由美國到歐洲等地政府，都要賠上越趨沉重嘅代價。